大家好，歡迎嚟到 Get Alive， 一個探索真實人生故事嘅頻道。透過分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勇敢追夢嘅故事，希望啟發每一位聽眾，用自己嘅方式創造你嘅不平凡人生。大家好啊，歡迎嚟到我嘅頻道。咁早排呢，我就出咗2條關於姜濤嘅影片啦。咁我喺準備呢個影片嘅時候呢，就睇咗好多關於姜濤嘅一啲故事啊，同埋影片嘅。咁期間呢，我就發現咗一樣嘢啊，呢個世界可以對你好好嘅同時呢，亦都會有一班人會好無情咁去批評你，好似想置你於死地咁啊，令我覺得真係好唏噓啊！所以呢集呢，我就想同大家分享幾位曾經都會喺一片虛聲之中同埋網暴之中成長，最終佢哋都堅持選擇做返自己，逆勢而上，成為今時今日嘅巨星嘅幾位歌手。咁希望呢，借助佢哋嘅故事，可以帶俾我哋大家一啲正能量。咁覺得呢樣嘢呢，都係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好需要嘅。咁喺呢個故事開始之前呢，就請大家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啦，因為之後仲會有好多好精彩嘅故事等緊大家嘅。咁第5位我先嚟講下姜濤啦。姜濤係一位擁有好多粉絲團嘅，好受香港人歡迎嘅新生代歌手。佢喺19歲嗰年參加咗 ViuTV 嘅全民造星，奪得冠軍而出道。佢每年嘅生日呢，佢嘅粉絲姜糖呢都會喺銅鑼灣為佢慶祝生日，形成咗一個姜濤效應。喺同一個時候，佢都係被好多人恥笑同埋攻擊嘅對象。有啲人話佢肥啦，話佢冇實力啦，甚至最近有一位香港嘅影壇前輩公開發文侮辱佢，話佢人肥歌姬冇賤，你殺咗我啦，求你滾出娛樂圈。你可以想象一位前輩用一啲咁有侮辱性嘅字眼去攻擊一位出道唔夠幾年、20幾歲嘅年輕人，呢種壓力唔係一般人可以承受得起嘅。喺佢人氣最高峰嘅時候，佢要面對嘅唔係掌聲，而係無止境嘅質疑同埋攻擊。所以你會明白點解有咁多粉絲要去支持佢、保護佢，甚至有啲唔係姜糖嘅人都要為佢發聲，因為呢個社會實在係太冷酷啦，啲語言好似一把刀咁，將你逼埋牆角，逼到你死為止。姜濤都只不過係一個追夢嘅年輕人，你唔中意嘅話，你可以唔睇，但係唔需要咁 mean 去講到人哋一文不值。就好似你去一間餐廳食嘢咁樣，嗰啲嘢嘅口味唔啱你，咁你咪下次唔好去幫襯咯。你唔需要上網鬧人、唱衰人或者叫人哋唔好去幫襯，因為呢個世事係冇絕對嘅。今日留一線，他朝好相見。其實呢條片呢，都係因為姜濤而令到我有咗做呢一個主題嘅靈感，因為佢唔係第一個面對呢種情況嘅人，有好多巨星，佢哋曾經都係噓聲中堅持自己，一步一步地殺出自己嘅血路，成為今日大家口中嘅巨星同埋傳奇。咁接落嚟呢，我哋就會一齊睇下其他都曾經被恥笑、被攻擊，但最終都由谷底反彈嘅故事。咁我相信呢條影片呢會帶俾大家好多嘅正能量。好多人成日覺得謝霆鋒係星二代，含住金鎖匙出世，因為佢老豆係謝賢，阿媽係狄波拉，所以一出道呢，佢就有光環加身。但事實並非如此。16歲，謝霆鋒已經為咗幫屋企還債而被逼簽約出道，孭起晒成頭家嘅重擔。一開始啲觀眾對佢好反感，有人話佢靠老豆上位，話佢人好假，連喺台上飲杯水都俾人鬧佢做 show。喺嗰個時候，佢曾經講過：我好似連呼吸都係錯咁啊！面對住香港傳媒嘅無情批評，喺噓聲中佢冇崩潰，反而選擇用時間去證明自己。係一個掌聲都冇，我咬實牙根唱完嗰隻歌，每次我落台都係我啲經理人喊，喺側邊就咁忍住，一路流眼淚，我就一個人自己行返入後台。唔係1年，
唔係一次。喺拍攝特警新人類嗰時候，佢做動作場面都堅持親身上陣，唔用替身，結果傷到夭折，但係佢一句演員都冇。直到2011年，佢憑住電影《線人》中嘅精彩演出，擊敗咗周潤發、梁家輝、張家輝同張學友等人，攞到金像獎影帝。而最近佢喺啟德舉行個人演唱會，全場爆滿。呢位曾經被人哋嫌棄、被人睇唔起嘅星二代，終於憑住自己嘅實力行出自己嗰條路，成為真正嘅傳奇，成為真正嘅巨星。Joyce 鄭欣宜係沈殿霞肥姐同鄭少秋嘅女，由細到大就喺鎂光燈下成長，亦都係喺一個破碎家庭中成長。由於佢身形肥胖而成為媒體同大眾狂踩同恥笑嘅對象。佢細個嘅時候肥，俾人笑；減肥成功變靚咗，大家都仲唔放過佢。喺2008年，佢喺 TVB 嘅節目入邊扮演白雪公主，就係因為佢錫咗吳卓羲一啖。一個好似好普通嘅橋段，但喺播出之後就引嚟全港嘅網暴。TVB 收咗過百宗嘅投訴，網民瘋狂地攻擊佢，話佢嘔心，唔配做白雪公主，甚至上升到侮辱佢嘅外貌，攻擊佢嘅人格。但係佢冇被呢啲說話打沉，反而一關一關咁捱過去。後來欣宜用咗一首《女神》，唱出佢自己內心最真實嘅聲音，用最真誠嘅歌聲一步一步征服咗曾經質疑佢、嘲笑佢嘅人。佢用咗呢首歌令好多人對佢完全改觀，由恥笑變成佩服，由攻擊變成支持。女神一首歌橫掃咗多個樂壇嘅獎項，佢用實力話俾大家知：你笑我唔緊要，我唔需要你哋認可我，因為我已經接受同埋認可咗真正嘅自己。講到 Gem 鄧紫棋，大家都知道佢嘅實力有幾勁，但係你可能唔知佢嘅成名之路其實都一直伴隨住批評同謾罵。Gem 鄧紫棋出道好早，實力從來都冇人質疑過，但係佢喺香港發展嘅初期，佢就曾經因為公開質疑頒獎典禮制度唔公平，而引發咗唔少 DJ 同埋圈中人嘅討論，同埋都變成攻擊嘅對象。後來佢北上內地參加《我是歌手》，一唱成名，人氣急升，全華語圈都開始認識呢位實力唱將。但係喺佢爆紅之後，原本以為鄧紫棋終於可以改變大家對佢嘅偏見，點知又喺《我是歌手》遇上另一場風波。其中一次嘅表演，佢喺台上遇到耳機故障，聽唔到音樂，佢要求重新唱一次。原本呢個好合理同埋好專業嘅要求，卻俾人話佢扮大牌。後來喺另一場表演當中呢，節目組建議佢換一首歌，但係佢嘅經紀人公司堅持唔換。導演喺一路之後就話：你唔換歌，我哋就換人。就因為呢件事，鄧紫棋喺一日之內收到超過16萬條網絡抨擊佢嘅留言，話佢扮大牌、唔配合參賽、態度差，令到全網嘅人一齊鬧佢。其實佢根本咩都冇做錯，但係喺娛樂圈，當你企得越高，就會有更多人想拉你落嚟。佢唱歌好，就會俾人話佢只係識飆高音；佢認真演出，就會俾人話佢冇感情，只係識嗌。佢着嘅衫比較特別，就會俾人話佢 bad taste。無論佢點努力，點想做好自己，總有人會為咗鬧而鬧。鄧紫棋喺無數嘅噓聲同埋謾罵中越戰越強。呢位身形咁嬌小嘅小巨肺，佢唔單止有驚人嘅肺活量，佢面對負評嘅抗壓力更加驚人。真正嘅強者唔係未俾人傷害過，而係俾人傷害之後依然可以好堅定咁做自己。講起陳法拉，大家可能對佢嘅印象就係喺《衝上雲霄2》佢演嗰個角色 Holiday。佢喺 TVB 嗰時候成日都演一啲花瓶嘅角色。佢曾經秘密嫁俾 Neway 嘅太子爺薛世恒，結婚咗幾年之後便離婚。
當時嘅港媒就即刻落井下石，話佢係豪門棄婦。喺佢最紅嗰陣時，佢冇選擇留戀 TVB， 唔再留喺娛樂圈，而係放低一切嘅嘢，去到美國進修戲劇。有人笑佢冇演技，佢就由零開始去學習做戲；有人笑佢淨係靠樣，佢就用時間去證明自己唔係得樣。畢業咗之後，佢參演咗 HBO 嘅劇集《The Undoing》，之後更加進軍荷里活，參演咗 Marvel 嘅電影《Shang-Chi》，更加與梁朝偉演對手戲。佢一步一步喺國際舞台行出屬於自己嘅路。今日嘅陳法拉已經唔再係昔日口中嘅花瓶，而係一位真真正正靠自己嘅實力同埋努力闖出國際舞台嘅實力女演員。佢用行動狠狠地反擊咗當年笑佢睇佢唔起嘅人。咁喺分享完你誤會係虛聲中行出嚟嘅巨星嘅故事之後呢，我自己都有少少嘅心底說話想分享。原來呢，要成為真正嘅巨星呢，唔單止係要有實力，而仲要捱得過一場由天堂跌入地獄再返回人間嘅考驗。佢哋嘅才華令到佢哋爆紅，受到好多人嘅追捧，好似上咗天堂咁。但喺爆紅嘅背後，等住佢哋嘅係排山倒海嘅網暴同埋無情嘅批評，一夜之間令到佢哋跌咗入地獄。而真正值得令人敬佩嘅係佢哋喺黑暗之中都冇放棄，冇被打沉，反而係越創越勇，喺一片虛聲之中用實力、用努力行出一條屬於自己嘅路。所以我哋今時今日睇到嘅巨星呢，其實佢哋都唔係天生就高高在上，而係一步一步用血汗、用淚水去證明自己，行到嚟今時今日。有啲網民嘅嘴呢，真係好毒，咩都未搞清楚之前呢，就不斷地鬧人踩人，到咗人哋捱過晒啦，紅咗之後呢，就話：哎呀，原來你都唔差，原來你都幾叻㗎喎。你嘅一句讚賞呢，可能可以改變一個人嘅人生；你嘅一句冷言冷語，亦都可以打沉一個人。所以如果你唔係幾識講好說話嘅話呢，咁至少請你可以保持沉默，留俾人哋一條生路。呢個世界已經好夠冷漠啦，唔需要你再添多一份冷漠，反而更加需要多一啲鼓勵同埋多一啲嘅溫暖。咁今集入邊呢，邊一位巨星嘅故事最能打動你呢？都歡迎你留言話俾我知，我都好想知道你哋嘅感受。如果你哋都想我為其中嘅一位製作一集更深入、更特別嘅特輯嘅話，你哋都可以喺留言 comments 嗰度話俾我知。如果你哋中意我今日嘅分享嘅話呢，請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呢個頻道，我會繼續用聲音陪你講更多嘅故事。咁我哋下一條影片見啦，拜拜。